內地人口連續4年負增長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，要全方位支持鼓勵生育。舊年第4季開始，內地向符合條件嘅2022年起出世嘅嬰幼兒發放每個月300蚊嘅育兒津貼，連續發放3年，一共10800蚊人民幣。用一句很形象的話來打比喻，說孩子一出生自己就自帶口糧、自帶工資，其實這也是一筆很大的財政開支。中央財政為此支付900多億，截止到現在，我們統計已經有3300萬的家庭領到了育兒補貼。喺人口老化之下，當局亦都話會加強養老支援，大力發展智慧養老，加強養老服務人才培養培訓，推動職業技能等級認定，將養老服務師納入新職業。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15時期健康中國工作要取得決定性進展。當局強調會由學生做起，關鍵就是讓學生動起來，把體育鍛鍊作為最有效的手段，打造學生喜愛、能出汗的體育課，廣泛開展3大球比賽。我們也希望班超、校超燃動校園。而內地旅遊業仍然不時出現難預約、難買飛、停車同埋去廁所唔方便等嘅情況。文化和旅遊部話會強化標準，亦都會加強打擊商家劏客同埋強迫購物等等。無線電視記者邱建偉喺北京報導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，支持有條件嘅地方推廣中小學春秋假。內地多處中小學宣布將春假同清明節連休可以放6日，帶動多條旅遊線路嘅機票預訂量上升。內地媒體報導，四川成都、江蘇南京、蘇州等地中小學今年春假安排喺4月1號到3號，加埋4月4號到6號嘅清明假期連休，一共可以放6日假。長假期帶動旅遊產品持續受到關注。有旅遊平台數據顯示，今年關注度較高嘅內地旅遊出行目的地包括三亞、成都、昆明同廣州等。出境遊就係香港、澳門、曼谷同新加坡等地。機票價格預計會從3月31號開始持續上升，熱門航線價格會較前一個星期上升超過50%。早前因為春運回程高峰，機票價格升到近1萬蚊人民幣嘅海南，仍然係熱門出遊地。業內人士預計酒店價格亦都會逐漸上升，出遊高峰會出現喺4月1號前後，相較往年嘅清明節，高峰嚟得更早，旅遊熱度更高。喺日前開幕嘅14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上，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明確提出支持有條件嘅地方推廣中小學春秋假，並且同步要求落實工人帶薪錯峰休假制度，作為提振消費、更大力度保障同改善民生嘅重要舉措。無線電視記者馬東明報道。一個內地商人報稱俾人非法禁錮同勒索，損失加密貨幣同白銀總值超過600萬。警方話25歲報稱商人嘅男事主，星期5同人相約喺紅磡一間酒店洽談白銀生意。期間俾4個內地男人毆打，逼佢提供電子貨幣密碼。之後被轉走價值68萬美元嘅加密貨幣。佢哋之後再去到事主公司攞走42公斤白銀貨品。去到星期6凌晨，事主獲釋之後報警。警察到達酒店嘅時候，呢4個內地男人已經離開。事主面、雙臂同小腿受傷，案件列作非法禁錮同勒索。九龍城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。何文田愛民村有鹹水管爆裂，係3個星期入面第3次。爆水管嘅位置喺忠孝街同孝民街交界。大量黃泥水湧出，工人在場清理。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對出部分路面受事故影響而凹陷，燈柱傾側。水務署話涉事水管直徑150毫米，影響愛民村多座大廈同愛民廣場等等。會先為喉管進行緊急維修，之後會更換涉事水管，爭取星期一朝早之前恢復沖廁水供應。
中環大館舉辦大館小馬活動，俾公眾近距離同雪特蘭小馬接觸。有市民希望日後有更多同馬接觸嘅活動。大館入面馬中處處，呢一度有馬，呢一度都有馬。佢唔係普通的馬仔，係雪特蘭小馬，原產於蘇格蘭雪特蘭群島嘅小型馬品種。大館中邂逅他，開心嘅唔止他和他，佢都笑哈哈。開心，有啲唔開心啊？同埋好搞笑，因為佢啱啱咬我條褲，滑啲。哦，滑啲，仲有咧？同埋隻馬可愛啲。雪特蘭小馬性格溫順，但基於安全理由，參觀人士唔可以騎上馬，但佢哋都相當滿足。成件事嘅距離有啲遠，同我哋係啦，好似馬係另一件事咁樣。咁但係今次就可以咁近距離咁樣，都覺得好開心。雪特蘭小馬平均只係得71去到100厘米高，咁但係唔好睇佢細細粒喎。料理員話咧，佢對腳咧非常之有力，所以跑起上嚟咧都好快㗎。網上門票80蚊兩位，包括互動體驗同大館電子餐飲券。活動網上購票已經額滿，現場購票就視乎情況而定，名額有限。搶唔到飛都可以喺圍欄出面打卡。有家長就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加多同馬互動，甚至乎係學習騎術嘅機會。我哋之前有呢個嘅體驗係因為就咁啱去內地深圳嗰度玩，咁所以就有咁嘅機會咯。咁如果香港係有多啲呢啲恆常化嘅活動啦，又或者可能學校有機會帶佢哋學啦，咁我哋都會好想參加咯。其實我都有幫佢排賽馬會嗰個騎術嗰個啦，小朋友嗰個，但係就我諗排咗半年咯，即係佢6歲就可以排㗎啦嘛，咁就6歲開始排，但係到而家都應該未排到啦，始終都係價錢同埋個地點咯，係啦。咁如果譬如有即係機構可以贊助啊。大館小馬活動係賽馬會馬年活動之一，除咗今個週末，市民15號仍然有機會可以到場親小馬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尚軒報導。英格蘭足總杯第5圈，利物浦作客3-1擊敗狼隊。兩隊3日前喺英超交手，利物浦作客輸1-2，轉到足總杯對決，紅衫嘅利物浦冇再失手，全場控球率超過60半，20射9中，1面倒佔優。上半場攻唔入，去到換邊後6分鐘，由羅拔臣呢一腳遠射打破僵局。居迪斯宗斯助攻，羅拔臣1控1射為利物浦領先。打開缺口之後，羅拔臣再交出助攻，遠處嘅沙拿射入。旁證本來舉旗話越位，但足總杯第5圈開始有 VAR， 及後證實冇越位，入球有效。53分鐘拉開2球，去到74分鐘，居迪斯宗斯推到俄眉月射入，佢亦都交出1入球1助攻，利物浦贏到3-0。英超榜尾嘅狼隊尾段靠黃喜燦射入追近，但為時已晚。今季唯一奪標希望亦都冇埋，利物浦贏3-1晉級8強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志謙報道。《東方日報》社評：中東看似遙遠，但隨住美爾發動對伊朗嘅軍事行動延宕，霍爾木茲海峽逐被封鎖，油氣價格急升，已經帶嚟通脹風險。儘管港府繼續唱好香港形勢，認為中東亂局更凸顯安全港嘅優勢，但小市民最關心嘅係衣食住行等切身問題。油價上升拉動通脹，中小企經營成本進一步增加，對消費市場、就業市場必然造成衝擊。民生維艱，港府點樣應對呢？言者諄諄，但港府至今未見實際應對之策，只一味強調密切留意變化，更不忘大派定心丸。認為呢一個時候對香港更加有利，唔單止吸引更多資金來港避險，更加便於搶人才。雖雲有危亦有機，但高官過分唱好，所謂應對流於空談，不禁令人擔心係咪盲目樂觀，昧於形勢。
明報社評：肥胖唔只關乎個人健康，同時係公共醫療衛生課題。特區政府最近公布第一份體重管理行動計劃，涵蓋教育、治療、社區設施等多個環節，對於促進大眾注重同埋改善自身嘅體重具有正面作用。要長遠降低肥胖率，核心在於培養市民建立健康飲食同埋恆常運動習慣。但當局目前就此提出嘅措施力度顯得不足，未來應探討推行更積極嘅鼓勵方法。跟住由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今日天氣。